今年出咗咁多大作，再加上兩大廠商先後推出新一代嘅顯示卡，相信唔少人都砌咗部新機。但所謂牽一髮動全身，有一部好嘅主機都有一個好嘅電競熒幕先打得盡興。而我哋今日介紹嘅 AOC Argon Pro CS24A 就係 AOC 旗下品牌 Argo 同 VOLVE 聯名研發嘅最新產品，係舊年佢哋推出嘅 AG246FK， 最高可以去到540Hz， 係當時市面上熒幕刷新率最高嘅電競熒幕。而最新推出嘅 CS24A 更加可以去到610Hz。今次嘅 Argon CS 聯名款電競熒幕用咗 CS 標誌性嘅砂幕金配色，搭配埋熒幕背部支架印製嘅 CS 專屬圖案，凸顯濃厚嘅 CS 風格。為咗進一步提升 CS 玩家嘅遊戲體驗，今次嘅 CS24A 更加搭配咗獨創嘅 CS Lite FX 動態燈效系統，會隨住玩家喺遊戲擊殺對手、引爆炸彈等等唔同嘅操作，從而觸發唔同顏色嘅燈光效果。除此之外，玩家只要下載返官方嘅 G-Menu 軟件，就可以喺入邊設計屬於自己嘅燈光效果，由顏色、圖樣去到燈光效果都可以自己定義。作為全球首款獲得 CS 聯名合作嘅電競熒幕， CS24A 並唔係單單外觀上有 CS 嘅元素，熒幕內設咗同 VOLVE 聯合調校嘅 CS2 遊戲模式，針對遊戲嘅參數進行咗最佳化。玩家只係需要撳一下控制器就可以切換成 CS Mode， 搭配返 Argon 品牌嘅 MBR Plus 低動態模糊技術，同埋 CS24A 高達610Hz 嘅刷新率，絕對係 CS 玩家嘅上分神器。咁我哋依家就實際開 CS 測試下呢個熒幕嘅遊戲表現啦。作為一個電競熒幕，特別係對 CS 玩家嚟講，畫面刷新率絕對係非常之重要。今次嘅 CS24A 能去到610Hz， 比起60Hz 甚至係市面上普遍嘅240Hz嚟講，真係好睇好多。相信大家用過之後都返唔到轉頭。